鍾意呢條片俾個 like 我啊，分享俾你朋友睇啊！準備咗藍色四股冷線、鈎針6mm，同埋一啲鈎織工具。而家係鈎織手勢，開始鈎織，鈎一個活結，鈎鎖針，鈎帽高嘅長度，鈎50個鎖針，呢度50個鎖針，度下帽高嘅長度32cm， 鈎起立鎖針，鈎第一行，呢個係起立鎖針，呢個係第一針，鈎後邊嘅里山，鈎短針，第一個短針，用個扣扣住第一針，鈎12個固定短針，呢度12個短針，繞一下線，篤落下一個針窿，勾條線出嚟，穿個線圈，拉條線出嚟，一次過穿晒3條線，勾中長針，用個扣扣住第一針，勾4個中長針。呢度4個中長針，下一針勾引拔，用個扣扣住第一針，勾4個引拔，呢度4個引拔。下一針勾中長針，用個扣扣住第二組嘅第一針，中間勾4個組別，4個中長針，4個引拔嘅排列，共32針，勾6個固定引拔，第一個引拔，用個扣扣住第一針，勾6個引拔，呢度6個引拔，度下帽高嘅長度30cm， 勾起立鎖針，勾第二行，呢個係起立鎖針，呢個係第一針，勾後半針，勾引拔，第一針引拔，用個扣扣住第一針，勾6個引拔，呢度6個引拔，用頭先嗰個扣作為下一行引拔嘅第一針，上一行最尾組別勾引拔，同樣勾引拔，第一個引拔，勾4個引拔。
依度4個隱拔，用頭先嗰個扣住最尾嗰一針作為下一行嘅第一針。上一行最尾組別勾中長針，同樣勾中長針。第一個中長針，勾4個中長針。依度4個中長針，用頭先嗰個扣住最尾嗰一針作為下一行嘅第一針，其餘對應上一行組別嚟勾。勾第3行，依度12個短針，用下一針個扣住最尾嘅短針，作為下一行短針嘅第一針，同上兩行組別排列倒轉勾。勾隱拔，第一個隱拔，勾4個隱拔。依度4個隱拔，用下一針個扣住最尾嘅隱拔，作為下一行嘅第一針，勾中長針。第一個中長針，勾4個中長針。依度4個中長針，用下一針個扣住最尾嘅中長針，作為下一行嘅第一針，勾第4行。依度6個隱拔，用下一針個扣住最尾嘅隱拔，作為下一行隱拔嘅第一針。上一行最尾組別勾中長針，同樣勾中長針。第一個中長針，勾4個中長針。依度4個中長針，用下一針個扣住最尾嘅中長針，作為下一行嘅第一針，對應上一行組別嚟勾。同樣勾隱拔，第一個隱拔，勾4個隱拔。依度4個隱拔，用下一針個扣住最尾嘅隱拔，作為下一行嘅第一針。12個短針固定，每兩行上下對應組別，每隔2行轉換組別排列勾。6個隱拔固定位置勾，頭圍長度根據自己尺寸而勾。換線，勾多幾針就唔會甩出嚟㗎喇。頭圍長度勾到尾聲啦，依度係面，度頭圍長度50 cm， 度帽嘅高度28 cm， 反轉，帽嘅高度縫合，對應返個組別有凹凸位嘅，度線嘅長度
斷線、勾鎖針，拉晒成條線出嚟，用針縫合，前後針成個勾晒，上邊嗰一行，篤落起立鎖針嗰度，篤落第一針由上而下，拉鬆條線 V 字嗰邊，由裏邊成個窿篤晒出嚟，拉鬆條線，另一邊篤落頭先第一針由上而下，第二針由下而上，拉鬆條線 V 字嗰邊，篤落頭先第一針由出而入，第二針由入而出，拉鬆條線，另一邊拉下條線睇下邊個位置，篤落頭先第二針由上而下，第三針由下而上，拉鬆條線。V 字嗰邊拉下條線睇下邊個位置，篤落頭先第二針由出而入，第三針由入而出，拉鬆條線。縫合幾針拉一拉鬆啲線。鬆手啲縫合，睇下同之前勾嘅一樣。縫合引拔，組別4個引拔都係咁樣縫合，兩邊數下6個引拔，對應返個位置。勾 V 字嗰邊第一個引拔由入邊篤出去。拉鬆條線，由第二針出邊篤入去裏邊，拉鬆條線，對應返個位置，篤落之前嘅針窿度，由上而下，再喺下一針由下而上 V 字嗰邊，落第二針度入而出，拉鬆條線，篤落第三針度出而入。拉鬆條線，另一邊篤落之前嘅針窿上而下，下一針下而上，拉鬆條線。篤落起立針度勾鎖針，帽嘅頂部縫合。用針前後篤落去，拉緊去，打個結，用勾針將所有線勾晒入去，用硬卡翹冷球，用繩喺中間部位打裂，兩側展開，量度帽嘅高度26 cm， 拉鬆量度帽嘅高度29 cm， 量度頭圍長度24 cm， 拉鬆量度頭圍長度28 cm， 重量94克。多謝收睇。